就像平常样嘅，无限嘅工龄记录下，人车来来去去。不过专责话，遇到路顺嘅细项嘅，需要当无同样嘅景象。常有嘅贵族，啲落去过后，看到行下车，行啲足条盒，吃到行下凉爽，按此差嘅环境，本人唔盼得离开。治疗屋甚至本当天然安装室外陶冶。那人哋地方冇人讲究冇用农药啊，所以自然嚟嗰個環境是會繁殖起來，冇像你個泡梅樹啊，你漫山起啊，足幾啊，你話一個到一下一天時嘅時啊，足幾哦，啊一波貴波都揾幾個怪，揾幾鬧嘢嘅。不過，一樣嘅景象對老一輩嘅人嚟講，係唔係最正嘅？後擺啊，呢位全部係竹園啊，所以你人嘅過下竹園嘅風安斜同嘅繞啊，從呢嚟嘅綠色嘅海浪穹陽啊，非常正。石油嘅搶食族落，亦係條農業意思生存嘅經濟命脈。當日嘅家畜產業冇嘅，族嘅一嚟嘅少嘅。竹個冇作用咧啊，冇組織嘅竹個冇用咧啊。所以冇價值咧，就大家是冇人有精力啊。所以樹上嘅是有才嘅樹，連到竹個才竹個是上唔起來嘅。治療屋係一個冇到130年嘅上流嘅單向嘅裝頭，早啲6萬年前，劉豐人從中國廣東姚興業駛到鴉片，做到幾樣時嘅新族體地主，北埔江屋劈地來耕種，啲下治療屋開發大拍。呢度土地可能就係以前幾條嘅田地啦，田地嗰度留啲劈嗬，就租金不幾人嘅咯。部分是用留啲米嘅嗬，做運動員啊，留啲米下來是治療王嘅啦。劉福嘅老祖講，看到嘅治療屋萬大都係貴族，外面係個結鐵，轉到中國以後造紙嘅技術。呢邊幾樣都係稻竹嘅嗬，貴族咧就遷到。喺人叫學嗰條稻針，睇到嗰邊學嗰條造紙嘅嗰條技術，到呢邊度嘅造紙人啦。是冇簽到講喺呢度，有片嘅古技嗰度嗬，要造紙嗰度，有冇樣度要嗰度竹園嗰度啦。造紙一開始要學嘅就係樣板來拓竹嘅，叫啦新一邊嘅生出來嘅嫩竹，真係最好嘅紙漿嘅原料。就是說，你做紙漿時，佢好冇人面，佢。竹嘅個纖維好硬啊，所以佢肉是挺硬，好難好做啦。個山東係先個竹個斬下來，破咧破好些咧，捆住擺一擺，就可山東可以開人家咧。啊，這行一條。係，全部行一條，誒。一多係料，一攰爐全部係從兩因，按睇嘅腐湯浸足嘅。比如1000是上色塊。上色塊咁變落去，有解清，有上色塊咁變落去，變落黏咧，飛變落去，啲上色塊見到飛嘅時陣是會發燒，啊，燒佢所以叫做滷竹啦，滷竹啊滷2年時間。滷嘅兩層葉，佢用罴啲嘅水經過2層嘅過後，再開始用濕潤嘅來炸。你扭出嚟會有扭壓，係啊，我已經綁嘅時陣嚇，跟住扭嘅木柱啊，我按佢。左片，你第一認為愛行啊，因為咧左片係冇住誒 M 體，啊 M 體先幾時堅行，所以一輪差唔多係3點半鐘久，你燉了嘅佢嘅竹漿會面是變漿嘅，一漿。六邊啊，這個，阿因到橋時間啊，睇下起來，直接掉咧啊。變做紙漿過後，可用油嘅苗嘅來切，洗走過後就變做一張張粗紙，做意思一樣嘅技術。劉福嘅從苗上學，變做北台灣最大嘅造紙廠，甚至本外介紹過，
根本係煙元票。这做润子哦，你自己那金粉啊，我哋點金粉用cái醋啊，就點，我哋會切細cái細鉗那些，點記得係cái工廠就研發好嚟啦。因佢頭擺係做潤子啊，你係子係做潤子，潤子睇出面青，你想嘅，跟潤子冇幾多嘅價得按高。所以講人講，哦，做子上潤票窮樣。係以前嗰度阿公睇嗰度前紅人哦，呢度會附近嚟嘅天啊地嗰度就苗錢多，從咧叫站頭咧度慳油嗰度地。唔過好講句冇結叫，聽時代變化，手工組織逐漸撥機械來換貼，治療無嘅組織王朝也漸漸嘅沒落。日本時代嘅皇民化嘅制度嘅時代，禁止嘅兩人百姓啊，所以是呢度制，因為呢制全部係做潤子嘅禁止呢度啊，所以是做唔得咧，是跪下是冇人做咧。冇人做，日子等到台灣光復之後，是要機械物，是要做。做時嘅其實按照冇機器。用老方式做事嘅，老毛不因嘅機器冇辦法控制，是按因到民國50年嘅時間冇辦法競爭，自然地是受起來嘅。實為流亡業創業當多錢嘅組織公企，還比青菜地理路數，呢度行見老口多冇下用嘅。呢邊是緊高嘅呢一個棍子會緊下，就呢邊是會飛是會雜雜。啊，所以兩隻高子嘅，目前台灣還養唔到，啊，所以我哋只要我兩東西啦，我就是聽我做出來啦。最近唔使組織嘅流落後台，則開始重新拿起一條組織嘅東西，復育貴族嘅企業組織嘅工料。希望做到傳承老祖公嘅手藝，研發新嘅製嘅商品，好打開從沒有上好嘅名聲。你哋所有嘅作品嚇，全部係像你全部係自匠要做嘅，啊，你自匠要做有人嘅價值，迄啲咪自匠。所以講，我哋將來就係有辦法研究做出來時節，你咪就是將來嘅商品。因為係講我哋主要為咗創業嘅嘅產業嘅一種發展嚟嘅方向啦。啊，很差唔多。哦，很可以啦。啊，上頭是哪？上頭那強嘅鉗，冇錯。哦，強啊，會吸佢走啊。一步步投手工組織嘅方式，教本後生嘅肢體。對流亡人來講，組織唔單止係加速嘅手藝，一張張嘅儲值蛋糕，係下定嘅加速嘅開墾故事。